是记载伫旧约圣经第719页传道书第7章15节到22节。旧约圣经传道书第7章15节到22节。伫周报的后面也有今仔日的经文，我来读。有伊人行义，反转袂无；有歹人行歹，反转食长岁寿。我伫康夫的日老久看去，无伫惊伊伤多，无伫智慧过头，写书败坏家己啊。 无伫惊歹伤济，也无伫做戆人，啥事袂到期来死啊！你持守即个是好，迄个也毋通放手，因为敬畏上帝的人要脱离这一切的事。智慧，互智慧的人有能力赢过城内10个掌权的，行好无犯罪的义人。 世上实在无，人所讲的话，毋通拢总下伫心里。行了听见你的罗幕，就做你，因为你的心家己知，你也捌做摆救助别人。讲道，姊妹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公义甲智慧。各位兄弟，大家平安。 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我一摆自己管理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恳求圣神帮助阮开听阮的心，互阮听就照安尼去行。阮安尼祈祷，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咱对约伯记教义传道书，咱已经结束约伯的苦难。 正是到伫传道书的时阵，毋知大家承受即种人生海海人生海海不过就是安尼嘛，无啥物通计较的。毋知大家承受即种的感受，还是讲愈来愈无法度接受嘿？传道书讲这到底是啥物道理？我实在是用要听袂入咯。伫约伯记内面，咱有可能咱会当接受勉强来接受讲。 苦难咱人的一生碰到侪苦难，上帝借着这个苦难来教导咱人生的一寡道理。苦难诚做咱人生的老师的即件代志，可能咱勉强会当来接受。总是理性知道啦，总是咱心肝底也是，可能也是无法度通接受讲嘿，上帝哪会允准？ 即种的苦难发生伫约伯的身上，迄才是咱家己的身上。上帝是太安尼允准，真侪代志，咱理性知影，心内无法度接受即项代志。即项代志，咱伫国度嘛常常发生。有的代志知影，我们都知道归知道，但是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知影。 含去做有一段真长的距离，亲像咱拢知影圣经的道理，咱拢知影上帝讲这个讲迄讲一堆真理，咱逐礼拜咧听道理，总是听的要去做真困难啦，要照安尼去行，阁是另外一回事。今仔日的这段经文讲到公义甲智慧，传道书的作者伫这段经文内面提醒咱什么？ 伊毋是提醒咱爱追求智慧、爱追求公义，毋是。传道书的作者伫即段经文内面来提醒咱，高举伫咱咧高举智慧甲公义的时阵，其实对人类的社会并无它并没有带来好处。当我们高举公义、智慧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带来好处，反倒有可能是一件真危险。 甚至有可能行灭亡的即个情形。我想讲到遮，毋知可能已经有人就要听袂入咯，太安尼。总是咱就拍开心门来听看卖，看传道书的作者所讲的是毋是也有伊的道理伫遐。今仔日的经文，咱做伙来看周报后壁面
就外表面15集，第7章15、19、17集，咱做伙来读。有义人行义，反转灭无；歹人行歹，反转食长退休。我伫工会时拢有看见，无你行义伤多，无你智慧过头，啥事败家己啊！无你行歹伤多，也无你做恶人，啥事袂到伊来死啊！有即句话，咱常常有听到，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时候未到。通常咱在讲即句话的时阵呢，就是有一个疑态啦，就是善还没有得到善报，恶也还没有得到恶报，所以我们有一种期待啊，卖想讲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吼，即是咱袂发生啊，时也未到那尔啦，吼。通常咱对善恶有报这件事情，拢有一个疑态。总是真正若做好事的人得到好的报答，真正会当鼓励咱人吗？好事爱做好到什么程度，才叫做好事嘞？好事爱做到什么程度，才会当叫做好事，才会当得到好的结局？另外一方面，歹人行歹，就真正得到两伊。有受到报应的时阵，其他人就会当吞得下这口气吗？当歹人得到伊应该所得到的处罚的时阵，咱其他的人身边的人真正就有平安吗？咱看到社会多无公义的事件，对，今仔是开始已经2月吼，第2个主是，咱都知影2月发生一件。轰动武林的代志，就是几啊十年前有228的事件，然后呢，过来还有白小燕案，对不？很多社会上的还有一些随机杀人案、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等等。我们都知道，之前白小燕案，我相信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应该都有听闻。那个杀人犯等于接受死刑的时候，白冰冰他真的就能吞得下这口气吗？等歹人行歹得到伊的报应的时阵，咱的心就会当得到平安吗？最近咱新冠肺炎的关系，咱常常去陪病、探病、看病，拢真无方便，对无？我叔顶礼拜5去健检。健检出来的时候，看到哇，看病的人排咧伫外口排咧一足长嘞，大家都担心要填健康声明书啊，就是手续很多啦。我就要来看病啊，我伫咧排队，真艰苦。遐来服务遐的医护人员就受到累骂。伫即段时间，侪医护人员受到累骂、批评。那遮个医护人员敢会安尼想讲？啊好啊，无你就拢莫做遮个啊，无你就看卖。如果我们都不做这一些防疫的动作，那好啊，那你就去确诊看看。医护人员敢会安尼想？若是真正有人确诊，医护人员敢会拍我讲应该啦，像叫你无要按照安尼来做。我想若真正有人确诊，他得到他好我们所谓的报应的时阵，也无人会拍我啊，也无人有平安。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我们这么深的内心深处，这么深的迄个基态，那真正发生的时阵，咱真正有平安吗？有时啊，咱看到社会多现象，来生气、来埋怨、来怨叹，袂输家己是审判官。咱有啥常常袂记即世上就是无有一个义人啊。咱咧看所罗门王，传道书所罗门王所写的，所罗门王拢是
此而已。真侪时阵，咱的含落伫家己有限的功义甲智慧，钻牛角尖，很极端的追求一个家己的想要达到的目的。像咱咧顾迄个船划船吼，顾迄个船，咱若一直咧顾同一边的时阵，咱一直咧看。我们如果一直很极端的，只是看另一边，迄个船会头前来驶的，不会啊，船绝对不会向前的。等咱一直咧顾到这边的时阵，伊就伫原地打转，甚至会冰住的。传道书的作者认为，极端狂热的追求公义，就是一种掠家己做义，是一种高估家己、袂记起家己不过是有害人的行为。过头来行好，过头的懦弱，对过头的追求公义，维护家己渐渐想要得到众人的尊敬。然后咧，得利用某一个事件来高升家己的地位。过头来追求智慧也是安尼，追求智慧到一个程度，会袂记起有缘的，袂记起人的有限。人甲人的中间就开始产生阶级啊，阶级就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人开始分官家，开始无平。譬如讲，有学问的人所讲的话，有较侪人较意爱去听，感觉有价值去听。无有受着教育的人，就感觉啊，遐个无受着教育的人吼，讲话吼，毋免去听啦，凊彩听听就好。伫好的学校读册的学生，会受着认同。伫后段班的学校读册的学生，好像都不值得一提。伫事业、工作有成就的人所讲的话，就是有道理。一直咧换头路，无固定头路的人，注定就是失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观念。充满伫咱人的社会顶面，请问，若是安尼，公义伫倒落，智慧搁伫倒落？即种的价值观，即种的社会，敢有公义，敢有智慧咧？检采遐个伫苦难中长世的人，伊所看的即个世界的道理，比遐个有智慧的人搁较悬吗？检采遐一直互压制、伫困境中挣扎的人，比遐有名声顺利、一帆风顺的人，搁较清楚咱到底离公义的距离，咱和公义的距离到底有偌远啊？箴言27章遐有讲，人的称赞也试探人，咱所得到的学乐，真容易将咱带往一个极端，带往一个极端，通互咱继续会当得到称赞，咱就一定受到人的称赞，受到人的褒叹的时阵，咱就一直伫这个位置，无法度落来，因为好还要更好，高还要更高，永无止境的追求。譬如说，我们常常说有第一名的情节啊。当我们偶尔或常常得到第一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放不下，真多代志你就放不下。还有所谓的老大情节，成为家里的老大，我是老大的，或者是黑社会的老大、头家等等这种老大，定第一名。你是诚做第一名也好，还是你是诚做某一方面的头人也好，渐渐咱是为着期待别人的期待，迄才是家己期待在活。很多时候，我们走到一个极端里面，有一句话在讲做人唔通想过甜，恐惊互
吞进腹肚内。做人不要太甜呐，免得被吞下肚。唔通行己过头，迄会互咱看袂着家己的罪性，也唔通高举智慧，迄会互咱袂记得家己的有限，会害落掠家己做义的悲剧，会互咱家己的欲望来吞食。伫团体生活中，顶面咱定定会发生这的现象。咱会坚持家己的想法到一个程度，就是无法度接受别人的想法。我们常常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到一个程度，就是极端到所有的例外都不能接受。你看信用团队嘛是同款啊。咱基督徒，咱伫教会办理代志的准则，当然就是圣经。总是咧，讲一本圣经，也因为无同时代和无同的人去读的时阵，就会产生无同款的解说。问题就来啊！当咱坚持我所解说的圣经，才是对的，才是唯一的解释的时候，独独爱掠我的解说来做标准的时阵，这就产生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袂记得每一个人的限制，因为每一个人的解说拢不是唯一的，每一个人的解说拢不是完全的。咱拢是徛伫咱的立场，徛伫咱的环境来解说这个圣经。只有上帝是唯一的，只有上帝是唯一的。只要我们不偏离历代众圣徒所公认的信仰告白，就是咱礼拜一开始，咱有做信用告白，咱有读使徒圣经，对无？迄个使徒圣经是经历几来的世纪，几来的世纪，做先确定的，使徒信经会被确定。是在初代教会在前几个世纪的时候，第1到第4、第5世纪之前，为了对抗什么？为了对抗异端啊！为了对抗异端，许多的神学家汇集了最核心的神学教理，就是我们所做的告白信仰告白，就是使徒信经。只要我们的解释不偏离使徒信经的标准，只要我们的解释对圣经的解释不偏离历代众圣徒历代神学家他们所研绎的正统神学的范畴，只要不偏离这些，因为他们都是经过时间的考验，而且是相当长好几个世纪的考验。只要我们不偏离这一些，咱每一个人对圣经的解说，就应该受到尊重、尊重。咱袂使讲我所做的解说才是对的，你做的解说唔对，唔通安尼解说。我嘟嘟，每一个有限的个体。对经文的诠释都应该在他的处境当中被尊重，只要他不偏离刚才讲的那两个原则。好，咱继续来看圣经第18到19节。18到19节，才有讲你持守这个是好，迄个也唔通放手，因为敬畏上帝的人要确立这一切事。智慧互智慧人有能力，赢过城内10个接管的，行好无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是无啊。有做看起来真有公义甲智慧的观念，伫遮尔多的大家讲一套，遮来讲一套，遐来讲一套，到底爱掠啥物做标准？其实上帝已经将迄个平安下伫咱的心中了。上帝其实已经把那个天平，上帝讲咱唔通过头嘛，传道书讲咱唔通过头行公义，也唔通过头有智慧，那个天平在哪里？那个天平，上帝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好咱迄
让我们不会走向任何一个极端啊。伫约翰福音书内底有讲，既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有永生伫因的心内。既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这个永生伫因的心内，永生、永恒，它其实就是一个天平。我们会走向极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永恒，我们忽略了永恒，我们只在自己的有限范围里面去钻牛角尖。但是，当我们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那个天平就会出来了。传道书第7章第1节到第20节有讲，人死的日比出世的日较好，因为这是正人的结局。妖怪的人也就将这事下伫心内，和一般的人比起来吼，做武者的这个职务，实在有看到搁较侪死亡这项代志。牧师比一般的会友，比一般人可以经历过更多跟死亡相关的事情。每一摆咱咧办理丧事的时阵，也对传道书的作者所讲的这一切，有搁较深的体会。死亡是一个人的重点。当咱学习用永远活的这个真理来看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就袂互家己过头来行去，过头来追求智慧，因为咱知影，咱人一生的好福，拢伫上帝的手中伫捏里。一个会当一直向前的迄个船，迄个船也着爱一直向前，就是爱会当顾正面，也会使顾倒面，正面倒面都爱轮流，迄才是做伙来顾一个。当咱伫正面过头追求公义的时阵，也毋通袂记去回头看倒面，提醒家己并毋是完全人啊。当咱咧倒面过头追求智慧的时阵，也毋通回头转来看正面，想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当咱常常咧追求迄个公义，咧看遐个追求公义的人。伫台顶安尼画，讲爱追求什么？吼，爱追求什么？要提倡什么运动？提倡什么公益的时候，咱会发现哦，因实在真有智慧的，因所讲的一寡话很有学问，敢若真有道理。总是无犯罪的艺人实在是无啦，因为咱定定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无法度看到咱家己眼中有差苦，所以咱就心存敬畏，感谢主，感谢主，互咱知，感谢主，互咱知影，咱会当称做义，毋是照着家己的好所行来称做义的。咱会当称做义，独独是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咱搁来看21节到22节，21节到22节，才有讲，人所讲的话，毋通拢总下伫心里，行了听见你的奴仆咒诅你，因为你的心家己知，你也捌侪摆咒诅别人。伫十字架顶的面前，咱要伫耶稣的苦难中定定提醒家己。当咱真积极追求公义的上事，也可能造成另外一方面无公义的代志来发生啊。咱来看耶稣，咱知影耶稣才是完全的人，独一的。这世上只有耶稣这一位完全的义人。纵使耶稣这位完全的人，这位义人，伊也无亲自判断。伊也无亲自判断嘛，咱拢知影有一个伫福音书内底有一个行奸淫的负心人，大家要用石头甲伊钉死，对无？耶稣敢有无？就连耶稣，就连耶稣都不轻易去论断那个犯奸淫的妇人。上帝为啥尔讲看，咱无法度通理解。所以当
上帝也讲一个譬如伫马太福音书有讲，伊有请工人进入到伊葡萄园做工，对早起开始就去做，到伫下暝伊就去做遮个工做工人，因所得到的工钱拢是共款，对无？这个有公平，一点仔公平都无啊，一点仔公义都无啊，总是上帝允准。无公平、无公义是照伫咱人个人的想法、个人的看法去论断的，总是上帝的旨，毋是安尼。上帝的旨毋是安尼啊！咱若是过头来追求公义甲智慧，用遮个来指责别人的时阵，有时因所讲的一寡话听起来，足有道理的一寡话，咱千万毋通陷落伫迄个话语的中间。我们千万不要就这样子跟着走了，互人拖在行。咱就爱真心落来，甲好好来思考，伊所讲的话，和咱上帝、和咱的经历，敢有共款？毋是讲听一个人讲的，哦，这有道理的好，我就跟伊来去做。咱要跟毋是跟人嘞，咱要跟是要跟上帝嘞，咱要跟是要跟圣经嘞，咱毋是在跟人。因为当咱对人去行所谓，当我们去行所谓的公义的时候，有一天行了，咱会发现，咱所论断的遐一切话，有可能倒拍转来，总有一天有可能会倒拍转来，在讲家己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这个时候讲，哇，讲得头头是道。然后呢，在未来的日子某一天，我们讲出这些话，哇，回过头来，耶稣在讲家己的，我唔知大家有这种的经验无？所以咱就细细来听，因为创造光的上帝，伊永远永稳黑暗继续存在。即使是创造光的上帝，他也容许黑暗继续存在。最近有一个新闻，我想嘛是一位是大家真熟的政治人物翁山苏姬。在上个世纪末，20世纪末，翁山苏姬他为了缅甸的自由民主，开始积极的走街头、集会、游行、示威。他所对抗的是缅甸残暴暴虐的军政府，成为人权斗士。也因为他这样子去对抗缅甸在当时的军政府，他前后断断续续的长达20年的时间，在20年当中断断续续的被军政府软禁。如果要详细算软禁的时间，大概差不多15年，中间有时候被放出来，又被软禁，又被放出来软禁，前后20年的时间。在软禁的初期，在他被软禁的初期，1990年代，当时他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陆续也得到许多国际性的奖项、国际性的支持，他的价值得到几乎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但是，贵妇从1990年代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2021年了。但是我再往前推一点，到2019年的时候，翁山苏姬他却在国际法庭上对缅甸军政府当中有一个事件，就是缅甸军政府对他们缅甸境内罗兴亚人进行种族灭绝，残暴的要血洗罗兴亚人。翁山苏姬在国际法庭上对于这个事件，他选择沉默，他选择避重就轻。20几年过去，他曾经是在20几年前，他曾经是提倡公义的人权斗士。如今，过程当中，虽然他得到了这么大、这么高的一个地位，但如今却
完全不是那个样子。在国际间对他的谴责声浪也越来越大，真正是空虚啊，空虚啊！一个这么积极追求公义的人，在20多年之前，太未20多年以后会变成安尼。所以人真正是有限啊，人不过是人而已。咱拢是在相信耶稣是一个救赎的这个基础的顶面，互上帝称做义的人。咱也拢是伫敬畏上帝这个基础的顶面，通称做是有智慧的人。迄个义，迄个智慧，拢毋是咱家己的，拢是上帝替咱备办的。伫雅各书第1章内面有讲，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就对上帝祈求，伊会赐予恁，因为上帝会真慷慨无保留，赐予拢足的人。无论是公义还是智慧，咱就爱抓准上帝的标准，拢爱牵条上帝的标准。就算讲咱人经历侪风波，也学习伫这啊风影的中间学习侪的智慧财物，哪亲像已经真坚强、真勇敢，哪亲像是真有智慧的一个人，咱也着爱搁较谦卑。搁较谦卑来讲，上帝有望总比人有智慧啊！上帝有望总比人有智慧啊！面对未来哪来哪多所无法度来想象的遐个挑战，愈来愈多无确定的物件摆伫咱的面前，总是咱就爱行掉，因为上帝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伊的确要引带咱继续向前。咱是一个小可的人，一个小可的人，拖到一个团体，一个团体拖到一间教会，一间教会拖到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拖到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拖到一个全世界。我们将我们的手全部打开，我们都没有办法把这些都纳到我们自己这个生命里面。我们不过是整体当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而已。几礼拜之前，老师讲过，一个小小的新冠肺炎，一个小小肉眼都看不到的病毒，就和全世界的特殊拢总破坏，全部打乱，让世界原有的秩序都重新洗牌，各个方面。无一个无着奖的，每一项拢着奖。所以，咱人究竟卑微，我们人类其实只能很卑微的在夹缝中求生存。圣经嘛讲，我们一生的年日，不过都是劳苦愁烦，无啥物通好夸口。咱实在无啥物通好夸口的，是这么乱纷纷、动荡不安的时刻，咱搁较爱谨慎细致，使用咱的智慧，使用咱迄个行公义的心，着心存敬畏，提醒家己，不过是一个无本的罪行。无论你是毋是会通接受传道书、作者的讲法。总是，这拢是上帝所启示的，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遮讲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灵感动所写的，对教导、对道德、对纠正、对混的人行正路，拢有利益。良药总是苦口，愿圣神帮助咱，学得行义受罪，学得智慧过头。咱重新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使阮互阮、互调阮，含你做伙来行天路。你行天路的这段时间，阮伫阮的一生的中间，
有时啊追求功绩，有时啊追求智慧。这是主你所看做是好，总是有时啊，我会记你谦卑家己，骄傲过头，过头来行义，过头来追求智慧，直到失落主你的平安。恳求主你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伫行义、行公义、追求智慧的时阵，有主你的永生放伫阮的内面，有主你的真道的光照阮的心。阮安尼仰望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